叫大家，请大家备慢心，咱要准备开始今仔日个礼拜，请走到。耶和华啊，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搁将你的救恩赏赐阮。阮愿听全能耶和华所要讲的，因为伊要对伊的百姓，甲伊圣的百姓讲平安，总是因毋通搁去难参行。咱三家来吟圣诗257首，圣诗257首，请起立。咱来三个来读主祷文。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阿门。还有，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伊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受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
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上道的上统，就会下本，就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17篇，记载伫诗篇65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的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一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编土地。在声，你赐予农作物大杂，你会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咧滴。草埔用香裙做衫穿。这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搁一届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搁一届幸福伫你的面前。幸福伫你的面前来入万你，来学习你，学习你的慈悲甲疼痛，互阮用主你的眼光来面对家己，嘛来面对即个世界。互阮有勇气去选择做主你所喜爱的代志，做好的代志。即个暑假教会嘛有真侪活动，有音乐会，有儿童夏令营，阁有即个团契的活动。求主你来保守，互遮个活动拢会当顺利。嘛求你互人伫遮个活动顶悬，参与伫中间的时阵，会当搁较济来认捌你。我嘛特别为着后礼拜完新的牧师、大牧师要到任来祈祷，求你互牧师一家来到南门会当适应。你嘛祝福伊伫南门的服侍，互阮规个教会都会当参加参与，是一个安尼新的开始。我嘛特别为着教会内底也有伫边厅中的会友来祈祷。主啊，阮知影你的恩典到也，但求你将你的疼、你的安慰，特别甲遮个甲辛苦的人做伙。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雅音。
安德祥甲音足水的歌声。接着咱来看今仔日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46章28节到47章12节。创世纪46章28节到47章12节。雅各找犹大做头去见约瑟，通带因去高山，伊就到高山的地。约瑟陪伴伊的车去高山，迎接伊的老爸以色列。到见着面，就拍伫老爸的颔棍，伫颔棍里哭久久。以色列甲约瑟讲：“我见着你的面，知你要我的，我哪是也甘心。”约瑟甲伊的兄弟甲老爸的家讲：“我要就去通知法老，甲伊讲，我的兄弟甲我的老爸的家前伫迦南地，当拢来到我遮。因是牧者，因为因是饲精生的人。因将羊群、牛群，甲一切所有的拢带来。法老调恁的时，那么恁讲，恁做啥物头路？恁就讲，你的奴仆对少年到大晚年，阮的祖公拢是咧饲精生。安尼恁通来徛伫高山的地。因为见若饲精生的，拢是埃及人所亚人。第47章，约瑟入去甲法老讲：“我的老爸甲我的兄弟带因的羊群、牛群，甲一切所有的，对迦南地来，打伫高山的地。”约瑟对伊的兄弟的中间拣5人，带伊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兄弟讲：“恁做啥物头路？”因甲法老讲：“你的奴仆本身，甲阮的祖公，拢是雇羊的人。”因阁甲法老讲：“迦南地饥荒真严重，奴仆的羊群无草通食，所以阮来是要架脚伫遮，但求你容阮你的奴仆踮伫高山地。”法老甲约瑟讲：“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来到你遮。埃及地拢伫你的面前，互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住伫国内第一好的地，因通住伫高山的地。恁若知因中间较有本事的人，就派因管顾我的精生。”约瑟带因的老爸雅各入去徛伫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甲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讲：“你一生的年日是偌济啊？”雅各甲法老讲：“我脚骹伫世间的年日是130岁，我一生的年日也少也艰苦，毋达到我的列祖脚骹伫世间的年日。”雅各佮甲法老祝福，就对法老的面前出去。约瑟照法老的命令，将埃及国第一好的地，就是蓝色的地，互伊的老爸甲伊兄弟行去做产业。约瑟用米牛奉献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全家，拢照因的人业来供给因。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出来的人。讲道要请钟淑慧牧师，伊今仔讲道的题目是受害者的跨越，饶恕后的恩典。三位主上帝，愿我的头思想你的话语，我的嘴报用你的真理，我的心遵行你的旨意。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代表台湾圣经公会来到伫咱的教会，同齐做礼拜。啊，毋过上重要的代志，当然就是要甲咱感谢吼，因为咱过去一直拢有咧支持台湾圣经公会，特别咱应该拢知影吼，四百赞牧师是台湾圣经公会董事之一啦吼。啊，当然，今仔日我嘛真欢喜会当拄着宜安吼，伊是进前伫阮的研读本内底的小组，啊嘛伫遐有做真好的工作。台湾圣经公会
甲联合圣经公会有一个真特别的关系啦吼。迄个关系就是阮是会员，毋拄圣经公会是安怎开始的咧？吼，我毋知影咱敢有听过迄个故事？为什么会有圣经公会？毋是台湾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敢若70岁尔，要做70岁，毋拄圣经公会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啊！吼，会有即个圣经公会运动的开始，是因为有圣经的需要啦吼。迄时阵的圣经需要是其实发生伫英国北威尔斯的所在。英国咱知影遐讲英语，阁有咧，因讲威尔斯语哦吼。因为因遐有威尔斯的所在所以有讲威尔斯语。当然伫苏格兰的所在嘛有讲高地语。伫200年前，迄时阵足侪拢是文盲，吼，就是毋捌字的。所以开始有鼓励讲，会当互大细拢会当去读册。特别伫教会内底有牧师、有主教老师，拢会开始教读圣经看故事。毋拄迄时阵的圣经毋是足普遍的，所以有一个细汉囡仔10岁，伊听到圣经故事了后，伊感觉哇，上帝的故事那遐尼赞呐！伊开始学会晓看字了后，伊怎甲伊的老师讲？我敢会当借你的圣经来看？老师讲：“哎呦，这足宝贝呢！你若要看吼，你来阮兜啦吼。伫我要读讲故事之前，你来阮兜。”所以伊逐礼拜6，伊拢提早去到老师因兜。伊去到老师因兜，爱行路去，行2点钟去到老师因兜，先掀开宝贝的圣经，开始看圣经安尼。豆豆伊就开始有读圣经这种操练，然后伊就想讲，我若会当有一本我家己的圣经，毋知影偌尼啊好啦吼。伊就煞问老师讲，我敢会当买圣经？老师讲，圣经足贵的呢，而且毋知当时会当买着，我嘛毋知，无问牧师好啊。问伊牧师了后，牧师甲伊讲吼，这一本足贵的，偌贵？贵甲伊爱欠钱，欠偌久？欠6冬。欠6冬，伊想讲我安尼钱也有够我要来买圣经啊。牧师甲伊讲，我遮无咧卖圣经，毋拄你会当去城内，去遐买圣经。城内偌远啊？照咱即马算，42公里啦，差不多30英里。42公里，迄时阵当然，若有钱人就是坐马车，无钱的人咧，行路行路爱行偌久？42公里，算看觅啊。Google 版咱算好啊啦，爱行8点钟。是即马。咱行柏油路行8点钟。伊迄时阵咧，伊行为透早到下昼，超过8点钟，去到伫教会，讲牧师，我想要买圣经。牧师甲伊讲，歹势啦，迄圣经我共2本，一本已经买去啊，剩一本人订去啊。开始哭。讲我安尼欠6冬我行路为透早行到即马我若搁行转去已经半暝空手转去吗？哇！牧师足感动的。然后牧师讲：好，安尼无我先甲这本圣经互你。剩的迄本，伊讲伊要先互伊。然后这个牧师甲其他宗派的牧师，因开始讲咱爱。印圣经啦，印互较侪人会当读到圣经，所以因甲威伯福斯就是迄当时英国议会议员废除黑奴的迄个议员，因召集起来讲，咱爱来募款，然后咱爱来设工厂来印圣经，印互每一个人用伊负担会起的方式来买圣经。
所以台湾圣经公会成立了后，当然嘛是爱互人会当买会起的圣经。啊，即马吼一本500块、700块买会起无？毋敢点头吼。嗨，咱在座的人，我无相信讲咱买袂起，除非迄还袂趁钱的。啊，其他敢有人买袂起？有。啊，即马阁有人会甲我讲哦，苏慧牧师，即马的人吼无要读纸本啊啦，阮吼有手机啊，买会起手机啊较重要啦。哦，因为手机啊、iPad 也是网络拢会当看到圣经。安尼圣经公会好关门啊吼，毋是安尼吼，圣经公会爱阁做其他的代志，阁有啥物咧？咱要来看卖啊咧，圣经公会所要做的代志。我要请咱大家来听，毋对伊无声，无声变做我。心感谢上帝，伫遮大家见证伊的奇妙作为。1956年成立以来，台湾圣经公会不断推动多元事工，互上帝的话语进入无同款的族群。中文圣经的发行，互普遍使用华语者会当真方便读上帝的话语。为着帮助信徒更较深入查考经文，圣经公会也出版系列的圣经研读本，互人认捌经文的历史背景甲神学的意义。我也真注重台湾多元语言、多元族群的需要，陆续出版台语圣经，推动原住民圣经的翻译甲出版，完成台雅、律凯、不论、排湾等等有10族的圣经发行，互族群语言得到保存甲传承。除了出版圣经，阮也积极举办各种活动甲推广事工。透过牛仔圣经青春大会，阮将福音用有创意的方式带予年轻的族群。阮也举办圣经讲座，甲族群母语圣经翻译的讲座，邀请学者、牧者甲翻译同工，深入分享圣经真理，甲宣扬圣经翻译的重要性。阮也推出圣经世界教学旅游，结合教育甲实地查考，引带信徒认捌圣经中的历史甲地理背景。近2000年，圣经公会伫台湾各地教会推动教会手抄圣经的活动，邀请信徒亲手抄写经文。阮的使命毋若伫台湾，也行往海外。透过送圣经到肯亚的计划，阮将奉献转予当地的机构，互因有经费印刷圣经，互肯亚人属灵的需要得到满足。也透过弱势家庭送爱计划，阮将儿童圣经送到各所在，成做儿童心灵甲生活上的祝福。阮明年得要踏入第70年，这毋但是数字的加添，更较是对上帝信息应允的见证，也是阮事工更新扩展的重要的时刻。新事工的推广包含要开始花莲阿米斯达鲁国教会的巡礼，深入原民的教会，了解原住民信仰的历程甲复兴。圣经公会计划举办 CYB 中文青年圣经的咨询会议，邀请资深的青年牧者意见交流，共同研讨需要的青年圣经，来予青年人。针对听力障碍者，阮积极制作手语圣经，互上帝的福音真正无受到任何的阻碍。伫2026年，为着纪念台湾圣经公会创立70周年，阮要伫台湾北
中、南、东举办4场感恩礼拜，邀请各地教会甲信徒做伙见证主的恩典，分享感动。阮伫遮也要邀请各教会加做台湾圣经公会的东盘教会，共同回应大使命，互万民得到上帝的话语。每年的经费，台湾圣经公会需要2000万来投入4项重点的事工：翻译、出版、推广、甲训练。邀请恁透过奉献以上的传达，互上帝国的事工更加广传，也互台湾的人更加多来归向基督。台湾圣经公会在地努力打拼70年，受到侪侪教会、机构、家庭甲个人的支持、代祷、奉献，互阮会当继续坚持使命向前行。70年来，每一个脚步拢留落恩典的记号。全体的同工甲翻译的团队献上阮满心感谢。亲爱姊妹兄弟，上帝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未来的旅程犹原充满挑战甲期待。台湾圣经公会诚心邀请恁，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阮的事工。咱斗阵同心，见证用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世界。愿荣光归伫上帝，直到永永远远。看了若有感动，奉献地摕起来，会当将恁准备的钱家囥落去啦吼。总是爱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讲台语，咱用的圣经台语汉字版，迄是谁翻译的？圣经公会翻译的，毋是圣经公会翻译的呢？因为迄时阵还未有台湾圣经公会。哇！安尼是啥物时阵翻译咧？吼，大家人敢有听过巴克勒无书？有吼，嘿，咱诶台语汉字版，迄本原底念台语诶时阵，吼，用白话字写出来，迄个白话字圣经是巴克勒无书翻译诶。哇！英国诶人外国人翻译台湾人读诶圣经啦，吼。迄时阵是啥物时阵出版的？1933年吼，迄是1933年所翻译好势哦。哇！1933年到即马偌久啊？伫要100年啊啦，已经90几年啊。90几年前，咱讲的台语，即马的少年人听有吗？可能听无袅袅出，敢若会知影讲，敢若虫袅袅叮当，毋拄会讲屁屁出，对吧？所以圣经内底其实有一寡字词拢会改变。那照语言学家因来研究，50年语言就会一个改变哦。咱即马的科技足进步的，大咧讲 AI。今年 AI 就已经互咱会当看到有足侪无共款诶软体会当来使用啊！咱的少年人若要教伊讲台语，我已经有听见讲，咱的教会第2代、第3代的青年啊，吼，还是迄个社会青年咧讲的台语，袂歹啊！毋拄咱若要叫咱的少年囡仔来学台语，你敢若甲伊讲，你徛起伫地上诶4日偌久？伊讲我袂死咧，要甲我问讲我伫咧地上徛起诶4日吗？其实圣经内底迄
埃及王法老，伊要问的是啥物？雅各你几岁啦？这有较简单无？这会当较明白来，互咱知影。所以台湾圣经公会其实咧做的代志，就是爱召集咱的牧师、语言学家，佮有圣经学家，因来做圣经定新的翻译。伫2021年，台湾圣经公会有出版台语的圣经，迄本叫做《现代台语的圣经》。哇！就是这本足水的，甲咱先歌队的是共款紫色的吼。啊，这本有啥物真重要呢？就是这是因为要符合咱现在伫台湾，咱咧讲的台语，会当用较白话的方式，互人读了，就会当知影讲圣经上帝的话是咧甲咱讲啥物。今仔日书会已经替咱读了一段的圣经节。伫创世纪46章的28节到47章的12节，伫这段的圣经节内底，有人可能会问讲：为什么是为中央遐无为头？46章第1节就开始读吼。其实吼，咱也会当清楚了解，圣经早期并无章嘛无节。伊就是为头就写到尾安尼，创世纪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一直到尾啊。所以无章无节，为有章有节，阁有小标题，主要就是要互咱读圣经的时阵，咱会当较紧知影原来伫这个段落咧讲的意思，咧讲的故事是啥物？有章有节。互咱搁较方便，就是咱若咧读的时阵，读甲火气啊，就会当甲你讲，即马是伫咧第几章、第几节，伫咧找节的时阵，咱就会当较容易。毋拄，咱爱搁倒转来想看觅啊，今仔日的这段的圣经节内底，要甲咱讲约瑟的故事。毋拄讲约瑟的啥物故事？约瑟。伊本来是一个受害者，毋拄受害者会变做祝福人的伊安怎会当变做祝福人的？本来是受害，下我出去了后，伊若会晓赦免，安尼就会当成做祝福的出口，就会当有真侪稳定。想看觅啊咧，毋是干那约瑟是受害者，有可能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有可能拢捌做过受害者，因为厝内底的人的关系，因为甲朋友中间的感情，可能甲同学同事有无好势，有可能无伫咧教会内底。青少年甲中职意见无共款，哇，造成的伤害，迄个痛痛，可能藏伫咧心肝底，安尼藏到足深啊！毋拄无拍算，佮讲着的时阵，哇，憋咧，听咧，哇！我敢有法度学习真正的赦免咧？对于今仔日的经节内底，佮有咱所熟悉的约瑟的故事，咱知影约瑟少年的时阵，互伊的兄弟怨妒，然后甲伊卖，互以实玛利的人做奴隶，后来去到波提法的厝里做管家，毋拄去互伊的头家娘甲伊陷害，最后关落伫监狱内底。悲惨少年，伊迄时阵几岁？学者讲可能16岁、17岁。伊拄着遐个悲伤、悲惨的代志，迄拢是阮阿兄啦。
因怨妒，所以因甲我出卖啊啦，害我的人生遐尼黑暗，遐尼可怜。想到过去，我的阿爸偌疼我，佮替我做一领偌水彩色的衫，哦，行路拢会会风。啊，毋拄尾啊，迄领衫，互伊的阿兄甲伊拆破了后，佮用精神的火抹了，摕倒转去，互伊的爸爸。然后伊看到这领伊上爱的囝，伊所做的衫，伊疼，心疼，白目。伊讲我的囝去互野兽食去啊！迄时阵无会当用 DNA 来验血，讲迄是野兽的血，还是人的血。啊，毋拄知影就是雅各伊痛疼。到尾啊，咱看见约瑟，伊虽然有做真侪好代志，伊阁替酒政，啊，阁有管国王食物的，甲因解梦，啊，总是做好人无得到好报，伊继续关伫监狱内底，一直到伫埃及的王做梦，需要人甲伊解梦。尾啊，约瑟因为伊解梦，所以埃及的王提高伊，提升伊，互伊会当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哇！伊的性命、伊的身份、伊的地位，做一个大的改变啊！啊，毋拄伊心会痛疼，阁有无？我离开我的阿爸遐尼远，即马算算了，已经20几冬啊啦。因到底过了好啊无？啊，就会想起伊的阿兄安怎样甲伊出卖，伊的性命、伊的生活，捌安怎的悲伤佮悲惨。总是咱看见圣经继续描写的时阵，讲到的是，当埃及佮有所有的地区，丰盛的年过了，开始有饥荒啊，无通食，无通啉，需要去买粮食。又看到伊的阿兄到伫个面前，真正是跪伫遐。哇！约瑟心是毋是开始想啊？报复的时间到啊啦！咱毋知影约瑟伊到底想啥物？圣经无明明记载，总是有看到的是，当伊的兄哥第二届去到伫约瑟遐，甲伊跪拜，甲伊要讨粮食，要甲伊买的时阵，约瑟又甲伊的兄哥相认，伊相认开始，咱有看到约瑟伊真大的改变，是伊足少年伊的老爸，伊嘛将伊以前的遐个怨恨开始豆豆放下落来。伊放下落来了后，毋是干那讲恁粮食买转去，安尼互恁会当生活就好啊。伊反倒转讲的是，阿兄啊，小弟啊，恁转去甲老爸讲，转去甲爸爸讲，我甲活的，然后甲咱的家族拢带来到伫埃及。哇！为迦南地到伫埃及，一个原本因生活已经惯势的所在，爱刷规家伙啊，牵线去到伫埃及。圣经记载讲，因拢总有66个查甫人，查某阁无算哦。若阁甲迄罗布、鲁比算算咧，哇，规干的人要为
迦南地刷去到伫埃及地。雅各迄时阵已经超过100岁啊！对一个士大人讲要搬线，敢有简单？无简单啊！吼！即马伫咱台湾，阁会想讲，台湾的健保比澳洲、比美洲较好吼。迄伫国外住了的吼，会当阁倒来台湾，因为台湾健保足好诶。迄时阵雅各因会想啥物？雅各想着讲，我会当去见我的后生，是毋是足好诶？一定是足好诶啊！所以雅各伊抱一个心情是我年老要去看我迄个上意爱，毋拄拍无去20几冬的后生。约瑟原底是一个受害者，毋拄伊愿意放了所有伊的怨恨，然后伊活转身，伊有搬过，伊有超越，伊成做一个祝福的人，就是伊的身躯顶带着上帝福音的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偌大，就是当伊的身份转换，然后伊甲伊的兄哥因讲阿爸甲兄哥恁拢已经来到伫埃及这个所在啊！即马咱要伫埃及遮徛起，咱是外国人，咱阁饲精生，遐个埃及人上讨厌，甲饲精生的人斗阵，所以约瑟伊就想好势啊！伊讲咱来去见埃及王法老。因去见埃及王法老，法老甲因讲啥物？真赞啊！恁规家伙啊会当团圆恁大的迦南地遐饥荒阮遮嘛有饥荒，毋拄阁有一寡的粮食上好的所在会当饲精生的所在，高山遐这块地遐个城叫塞兰。无恁来住伫遐，因会当住伫遐，即个家族住伫遐。圣经最后描写的是，因伫遐的粮食有够额，互因全部的人。这是咱若读巴克勒的版本，毋拄现在台语的版本，阁有写着哦。连细汉囡仔嘛有通食，意思是原文内底有写着哦，连细汉的囡仔，打出世的囡仔有通食无？有，嘛有通食。意思是所有的人，无论大汉、老人、细汉囡仔，拢有通食。原来圣经甲咱讲的是约瑟。伊将伊受害者的身份转变了后，伊变成伊会当祝福伊家己的家庭，祝福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人。这出在伫上帝伊的带领，总是人若无愿意谦卑家己的心，将伊的痛疼交互上帝，一定会互遐个悲伤悲惨来束缚，若束缚掉咧，敢有法度成做其他的人的祝福？我会记得咱的台湾捌有过悲惨的故事，就是228，阁有白色恐怖，有侪诶敖人，或者是可能甲朋友伫咧谈话的人。就受掠、受关，有的人无明其妙，拍无去伊的性命。阮兜是政治犯的家庭，伫我初中进前完全毋知影，定定拢会想着讲，哪会遐好康？
阮兜逐个月拢有警察会来巡，问妈妈、爸爸就甲阮讲，就警察对咱较好啊，所以来巡。一直到初中开始，甲我的阿公抄写伊的回忆录，才知影讲原来我的阿公伫228了后，就受国民政府关伫监狱。头一届伫火烧岛，无人知影讲伊人是伫火烧岛，一直到伊倒转来到伫厝里。才知影讲原来伊受关是伫火烧岛，总是迄时阵的政治犯因为伊毋是干那互人关一届，伊迄是毋惊死的心，所以伊讲台湾就是爱有台湾的款式，所以伊互人关第2届，到伫第3届，拢总27年久，所以伫写看伊的故事，写伊的故事的时阵，才知影讲原来阮兜是安尼的家庭，毋拄伫教会内底听到的，就是教会牧者会讲：政治毋通插啦，咱主要插的是上帝国，传福音第一要紧，政治毋通插，政治毋通插，当然，阮兜受关心的是敬总会来关心，教会内底嘛会绕白去报备讲迄个我的爸爸因伫教会内底讲啥物，做啥物。虽然我的爸爸妈妈因捌受过这种的痛苦，虽然我的阿公阿嬷因捌受过这的艰苦，甚至有亲人离远远讲毋通伤我，无有可能什么时阵敬总来杀去拢毋知影。这种的情形，爸爸妈妈因生活了，因毋是甲阮讲，咱爱会记哩国民政府互咱所有的委屈，佮悲伤的事件。当我要转来到伫台湾读神学院，阮爸爸敢若甲我讲一句话，伊讲：神学院会当去读，毋拄就是莫去读男神。歹势遮若有男神的支持者，真实的，因为爸爸讲男神的因走较头前本土，所以国民政府因的目睭拢金金看呢。去读台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袂歹啦上好就是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为什么？因为因无有宗派色彩，所以去读华神。尾祈祷了，当然上帝伊的引带真无共款。少年的时阵，拢会想讲，长老教会就是搁长搁老。所以哪会当去华神应该袂歹。总是华神讲你有男朋友无？你有会结婚吗？我讲应该有一天会啦。安尼你即马敢若会当读圣经硕士，袂当读道学硕士，各有差别。祈祷了，上帝讲，我无放杀的，我无弃杀的，为什么你要弃杀？我无讲放弃的，为什么你要放弃？所以最后我是去台湾神学院完成，才会当得到乌木生牧师伫遐甲我管教讲，什么是教会学，什么是讲道学。当然，迄时阵嘛有受到四牧师真好的指导。这个过程中间，我看见爸爸妈妈因福愿信仰的引带。毋是干那少年对阮无好的，毋是干那记牢遐会伤害阮的，是会当开始思考，阮要爱安怎成做上帝爱阮祝福人的出口。所以感谢上帝，伊甲我带转来台湾读神学院，然后
伫台专事工中心服侍。尾啊，伊阁差派我去到伫英国、搁德国做宣教师。2年前，得到台湾圣经公会邀请，倒来到伫台湾。上帝啊，安尼说一任，你爱我倒来台湾圣经公会继续服侍你吗？要做的是啥物代志咧？因为圣经公会甲联合圣经公会是斗阵的一个大家庭，所以阮期待阮会当做的，就是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本伊负担会起，伊会当读的捌，搁会当相信的圣经。大家人拢会想讲，足简单的啊，咱有中文啊，有英语啊，安尼毋是大家人拢会当读啊。原住民拢有受到迄国民教育，真好啊，安尼伊嘛会当读圣经啊。总是圣经是爱读到人的心内底，爱互伊用伊家己的语言来读。全世界有7396种的语言，到伫去年已经翻译好势有3756种，总是有旧约搁有新约，敢若700种。啊，咱台湾占几种？无到10种。咱有中文的，有台语的，有阿美族的，有太鲁阁。啊，搁有其他的族群呢？台湾拢总16个族群，总是咱敢知影？咱有42种原住民的语言。哇！遮尔啊奇妙，遮个原住民的语言，咱敢会当甲因翻译？伫联合圣经公会标准是袂使。为虾米？因为因认为讲。语言若有咧使用，爱1万人有咧使用翻译，才有迄个价值。啊，咱台湾咧翻译，遮个圣经敢有1万人咧读？无，甚至即马鲁凯族的圣经，阮已经翻译好势，伊是雾台语系，总是鲁凯族内底茂林国家公园有去过的人。毋捌去过哦，安尼应该爱找时间。台湾圣经公会爱来带咱去认捌讲咱鲁凯族内底，阁有茂林、万山、多纳3个迄个部落。这3个部落因讲的语言拢无共款，啊，毋拄茂林900个人，万山无甲300个人，多纳400个人。啊，爱翻译因的圣经无？毋免啦，因为咱已经有中文啊。而且这原住民语言天才呢，因台语嘛讲了足好诶，因为足侪人拢讲台语。总是咱的原住民竟然是南岛语系的源头。2018年的时阵，纽西兰的毛利族人专工坐10几点钟的飞轮机来到台湾，讲我要来找阮语言的源头。意思就是讲，咱台湾原住民42种的语言是南岛语系的源头。南边的岛屿偌大偌济，就是差不多规个南半球。为马达加斯加就是非洲的正边遐，一直到伫阿根廷，还有智利南边迄个复活岛，这所有的岛屿。拢是南岛语系，啊，咱台湾是源头呢。安尼，咱台湾遮个语言爱家保存落来无？爱啊，一定爱啊！咱若无保存落来，咱会亲像巴布亚纽几内亚，因有800多种的语言，即马剩几种？600种。所以台湾，阮期待，阮会当努力来翻译原住民的圣经，因为以后会当复苏遮个语言，都爱靠咱台湾。啊，搁来就是手语，遮个听障使用手语的聋人，会当看中文就好啊。无拍算吼，因看的遮个文字雾煞煞，因完全毋知影啥物意思。所以聋人因有因家己自然的语言，规个世界有300种的手语，咱台湾占3种。啊，有钱阁有人会当翻译的美国，因翻译40年才甲手语的圣经翻译好势。无钱无人，联合圣经公会爱翻译100年。我讲，若翻译100年，安尼我拢做久啊啦吼。咱的台湾
手语的族群，因翻译10年，马克福音敢若草稿，所以因来台湾圣经公会讲，敢会当拜托台湾圣经公会甲阮支持。我讲好，我要来找规个联合圣经公会内底资源，来帮赞咱的台湾手语，因为咱台湾使用手语的登记有14万人。搁有就是咱台湾即马有足侪新住民来甲咱帮忙的移工，无论是菲律宾，无论是越南，还是泰国、印尼。咱有需要传福音给遮的人，所以这届台湾圣经公会有早20本的印尼，搁有菲律宾语言的马克福音，咱会当传福音给伫咱厝里内底工作遮的移工。搁有就是现代中文译本，2019年阮有做新的修订，然后搁有将研读本放伫内底。若读圣经，感觉讲读了读袂捌的，咱会当用2019的这个版本。总是圣经公会知影，这个现代中文译本需要做大的修订，因为内底阁有真侪需要改进的部分。阮的一个翻译顾问叫做麦遇到牧师，伊将现代中文译本摕去交伫原住民遐，讲这是咱的蓝本，咱用这本做蓝本来翻译。所以伊已经查出来讲原来这内底有爱修订的。毋若安尼，现代中文译本伊影响足大的，影响到倒位？到中国少数民族。云南遐的少数民族拢用现代中文译本做因的蓝本来翻译因的语言的圣经。咱的手中奉献袋仔内底有一个书卡，甲伊摕出来了后，咱会当看到的中文圣经翻译出版的时序，也是咱母语圣经翻译的时序。当咱看到这张的时阵，请咱会记得纪念台湾圣经公会，替圣经公会来祈祷，替阮翻译出版来祈祷。当然，我嘛爱关心咱的青年，即摆的青年因用手机，因用平板，咱需要互因呢，阁有互动式的方式来读圣经，来研讨圣经。所以邀请咱的教会若有关心的人，会当来参加阮的咨询会议。阁有就是欢迎咱会当填写一个问卷。互圣经公会知影，我要做的圣经，我要翻译的圣经，我要出版的圣经，会当符合青年的需要。所以欢迎咱大家会当扫 QR code， 会当填写这个问卷。圣经公会嘛有服务，会当做客制化的圣经。期待咱的教会会当全面来使用现代中文译本，搁现代台语的译本，互咱咧读的圣经。真正是读到咱的心肝底，互咱知影上帝要甲咱讲的话是啥物的话。而且咱知影，咱已经毋是文盲因为咱拢会当捌字。总是即马有一种叫做新文盲，就是若无咧追求新知，无咧搁读册，安尼就是新文盲。咱基督徒敢有基督徒新文盲？咱若基督徒无继续知影新的知识，安尼咱就是新文盲。期待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继续知影，伫圣经内底所研究出来，所知影，咱会当理解上帝的话伫倒位。咱每一个人拢是一块上帝国度的拼图，若欠你，这个拼图就袂当完整。所以，将咱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机构的拼图，甲斗起来，咱才会当和每一个人同齐，手牵手去宣扬上帝的国度。所以欢迎咱会当来奉献，无论是放钱伫奉献地，或者是用线上的奉献的方式，拢欢迎继续甲阮支持。固定的支持会当成做圣经公会继续落去的溃烂，因为即马卖迄个纸本的圣经吼，这是袂趁钱的，会倒店的。
毋拄，阮需要继续翻译圣经，阮需要继续修订圣经，互每一个世代的人拢会当读上上帝的话。所以圣经公会当中需要咱的支持，咱的祈祷，咱要同齐去，互万百姓做耶稣基督的学生，而且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因为咱要同齐领受上帝甲咱福道的关系。伊赦免咱的辜负，咱也要赦免辜负咱的人。请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早前伫个还未有世界的进前，你就存在。当你创造人，人有犯罪，人有得罪你，总是你疼人，到想属你独生的圣囝，牺牲伊的性命。献上伊家己诚做活活的罪，福到阮甲你的关系。主，阮的上帝，阮知影，阮每一个人拢捌诚做受害者。毋拄，阮愿意甲你讲，阮要搬过，阮要下过迄个束缚阮的锁链。互阮无搁伫咧悲伤，互阮愿意接受你的赦免，阮嘛会当赦免人的辜负，诚侪你要祝福人的崎岖。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咱来吟圣诗，圣诗149首，圣诗149首，会众请起立。
咱来奉献，请陈小文、叶宏一结束。来报告。欢迎今仔日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真多谢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总书会牧师今仔日见到。张牧师是迄个圣经公会70年来第一位女性的总干事安尼，真多谢伊。有一个礼物要送互咱的教会啦吼嘛，甲叠加鼓励大家人吼，楼骹有摆摊啊，欢迎来甲所有圣经搬转去厝啊，谢谢。怡安啊，就是阮妹妹，伊讲伊有编写的迄个册，叫研读本啊，楼骹阁有，但是讲剩足少。我毋知是足少是因为写了伤好，大家拢有买，还是写无好无人要印安尼哈。来，大家当甲参考一下安尼，会当去看看甲迄个咱迄个灵修读经计划拄啊结束嘛，即马着家己会当伫厝里买一本圣经来读。今仔礼拜了后嘛，请大家到地下室来咱做伙来享受爱餐。今仔日真多谢古鲁团契的服侍。第二点，杜牧师甲杜牧师娘是有定拜三会搬到牧师馆，伫拜五8月初1正式到日。8月17号下晡3点半，台北中会会来举行杜牧师的就任礼拜，请大家会当来参加。第三点，财务组要查哨，请各团契今仔日将你的校铺交到办公室。第四点，今仔礼拜了后中昼，迄个主日学要开会，请主日学的老师会当参加。礼拜日，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主日学的升级典礼，来大家会当有迄个幼稚园要升国小，阁有国小要升国中的，升国中的。请大家当来关心啦哈。好，第6点，8月初9下晡3点要举行音乐分享会，是敬拜团特团大家当分享因伫即年来即几年来啦服侍的一点感想，阁有分享因
以下的诗歌啊，带互因的感动安尼，请大家三甲做伙来参加。好，8月10号要举行，要庆祝父亲节迄日会当送每一个父亲会当有一个礼物。团契消息，妇女团契8月要暂停1个月聚会暑假安尼。第2点，青年团契后礼拜礼拜六甲拜一3日要去宜兰有生活营，阮即届有12个要参加请大家嘛为着因的生活营顺利来祈祷。具体消息，咱是恭喜咱的叶宏伊执事伊7月31号要就任马偕医学大学的校长。咱教会的圣歌队更加因有42个人要代表教会去参加佮献唱，有参加的有要参加的礼拜四早时8点要对教会出发。其他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咱来行平安礼。395首，圣诗395首，圣诗了，请牧师来祝祷。
愿天父伊的疼痛、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圣神的帮赞，互咱每一个人伫个受害者会当搬线，成做祝福人的器皿，互上帝的国度会当遍传到伫世界逐角落。对即时伫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